長期受到濕疹啊、皮膚敏感嘅困擾啊，需要長期依賴類固醇嘅治療。今集節目我哋同一名澳門本地天然護膚品牌嘅創始人傾過，佢憑住親身嘅經歷啦，創立咗品牌，立志係幫助同樣係受到皮膚困擾嘅人走出低谷喎。係啦，咁呢個澳門小眾品牌咧，而家有70幾款嘅產品，客群咧由初生嬰兒到長者，累計服務超過1萬人㗎。線上線下同步經營，我哋一齊聽下佢嘅創業故事啊！我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多年嚴重濕疹嘅病人嚟嘅，咁以前嚴重嘅時候咧，每個禮拜要打類固醇針嘅，甚至乎咧係類固醇藥膏嚟當面霜咁樣搽，咁但係個皮膚咧一直都係冇好返啦，咁甚至乎咧係越嚟越嚴重咯。咁偶然嘅情況下咧，我就接觸咗天然嘅護膚品啦，咁同時咧我就醒覺，如果我繼續去用呢啲咁樣嘅類固醇嚟到去處理皮膚嘅問題嘅話，其實我一直落去都係唔會有出路嘅。咁其實都係好迷茫啦，好灰啦。因為身邊嘅人咧，其實佢係唔會明白嘅。咁甚至乎咧，就有啲人見到你嘅時候咧，仲會話：哇，你做乜又爛面啊？咁其實真係唔想見人咯。咁自從係用咗天然嘅護膚品啦，咁其實個皮膚咧亦都係慢慢變翻正常啦。咁我就喺度諗。如果當其時我面對一個嚴重濕疹咁痛苦嘅情況下，如果我能夠遇到一個人，能夠可以俾到方向我，能夠指引我點樣去做嘅話，咁其實你話幾好呢？咁如果可以嘅話，我就應該係會受少好多苦啦。咁我身體亦都係可以受少好多嘅傷害咁樣咯。咁所以咧，我就想成為呢個帶俾別人光明嘅人，因為我曾經淋過雨，我想幫別人擔遮。隨住消費者對皮膚敏感、過敏同皮膚病問題嘅認知不斷提高，全球敏感性皮膚護理產品市場正在迅速擴張。隨住咧，我哋而家社會咧嘅資訊越嚟越發達啦，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會意識到，我哋可能係用一啲市售嘅產品啦，其實佢入邊有一啲添加劑，引嚟可能會有一啲潛在嘅問題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個客人咧，對於天然嘅產品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好願意去了解同埋去嘗試，甚至乎咧係有好多客人咧對成分嘅了解咧嘅關注度亦都係越嚟越高嘅。咁目前我哋係發展咗有70幾款嘅產品啦。咁因為我哋主要服務咧就係一啲皮膚比較脆弱啦，或者想解決皮膚問題嘅人士嘅。咁所以譬如一啲濕疹嘅產品啦，同埋皮炎嘅產品，同埋皮膚維穩嘅產品咧，我哋相對個銷量都係比較高嘅。例如咧有洗髮嘅產品啦，咁身體嘅產品啦，例如我哋嘅萬用膏啦、抗炎止痕啫喱啦，咁同埋面部嘅產品啦，例如我哋有個係抗敏原液啦，咁同埋我哋去紅嘅產品，咁呢幾款咧，我哋相對嘅銷量都係較高嘅。由最初教授製作手工梘，到而家創立自己嘅天然護膚品牌，開業7年，累計服務超過1萬個個案。Susan 坦言呢條路並唔容易，但係創業嘅初心同得到唔同客人嘅認同同支持，係佢堅持落去嘅重要力量。我哋咧係一路營運落嚟咧，其實我哋已經係處理過萬個 case 啦，咁我哋已經積累咗一定嘅經驗啦。咁其實一直咧，我哋都係秉持住 love care passion， 咁呢個作為我哋嘅初心咁樣咯。咁我覺得可能我哋賣嘅其實並唔係產品，而係我哋係賣我哋嘅服務。所以可能喺呢個部分就會有別於其他嘅品牌公司咁樣。佢話店鋪70%客人都係靠口耳相傳而嚟嘅，除咗有一半係澳門本地，仲有一半嘅客人係內地、香港、台灣，遠至澳洲同美國。我哋嘅客戶咧，其實都係好廣嘅，咁就係由初生嘅 baby 啦，至到去老人家咧，其實都會有嘅。咁但係如果大概率咧，就會係大概20至到去50歲咁為主要咁樣咯。咁主要咧就係受皮膚困擾啊，想解決皮膚問題嘅人為主。咁皮膚嘅狀況都有各式各樣啦，咁有唔同嘅狀況嘅，我哋都會有嘅。有一啲可能係皮膚過敏啊，可能係痘痘肌啊，又或者係濕疹啊、牛皮癬啊，呢啲都有嘅。不過咧，如果較為嚴重嘅皮膚問題話咧，其實我哋都係建議客人先去諮詢醫生會比較好啲嘅。
資料顯示，全球敏感性皮膚護理產品已經佔據整體護膚品市場嘅30%至到42%嘅份額。部分機構預測，至到2030年，全球市場規模將會高達741億美元。咁啊喺產品方面咧，我哋持續咧都係研發更加多嘅新產品啦，可以係俾客人多啲嘅選擇啦。同時咧，我哋希望咧就將澳門呢個品牌咧越做越好，可以推廣到更加多嘅唔同嘅地方。希望多啲人知道澳門除咗有賭業之外咧，其實係有好多好有價值嘅品牌嘅。